的魔洞吗？敢，因为我想看看这个魔洞有什么神奇。我让你们看看变成老太婆的妈祖是什么样子了。妈祖在此，岂容你等行凶抢人？他不是妈祖。闹了半天，你原来是个冒牌货呀！你胡说！你凭什么说我不是妈祖？把这个骗子抓起来，给我带回去接客。我怎么会有法力呀？这仙界沾的也太快了吧！尹公，你这十恶不赦的水怪，明日此时就是我妈祖收服你的日子，这就是我给你下的战书。我听说今天我六妹妈祖要收服燕公，所以啊，我得去看看。我的上联：山中柳枝，日日摇风枝不动。他怎么知道这个对联？好名声，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认真努力来打拼。你甲我行相活，不惊眼前的风飞沙。咱是勇敢的查某囝，面对成败多变化，困难中咱来行路活，一定成。